大家好，多謝支持。日前193接受啤梨訪問，自爆舊年單跑車事件之後，唔單止事業插水，直頭係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 PTSD 啊。佢話當時感覺好 sad， 成個世界好似圍住佢嚟鬧，明知自己錯，但件事改唔到，除咗認錯，冇嘢可以做。最重要係嗰種無力感。事件發生咗就係發生咗，認100次錯都冇用。就係咁，搞到佢嗰排日日匿喺屋企，街又唔敢出，連工作都 cancel 晒。你諗下，一個出名敢言嘅偶像，嚇到要收埋自己，當時個風暴有幾大，可想而知。大家好，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質嘅最大動力，多謝。講返架跑車，原來係193由細到大嘅夢想。架車係自己一毫子一毫子賺返嚟，出嚟做嘢之後冇靠過屋企。佢覺得夢想要有 deadline， 等到50-60歲先買跑車，冇 feel 啦。後生擁有過，先對得住自己。點知擁有夢想個價可以咁大？出事之後，佢諗通咗，賣鬼咗架車。佢好瀟灑咁講：我擁有過，已經好叻，但以後唔好再招搖，招搖一次夠皮啦。呢句招搖一次就夠，真係用慘痛經歷換返嚟嘅人生道理。你喺屋企最灰嘅時候，佢做咗件好關鍵嘅事，寫歌。佢自己填詞，寫咗首 Keep Walking。首歌本來係用嚟醫自己，佢話聽返自己寫嘅詞，個人會正面返。最估唔到係呢首自救歌，後來救埋人。佢話不時收 fans DM， 話首歌啲詞鼓勵到佢哋。193好有感受咁講，幫到人，我覺得冇遺憾。成件事就係由自己爬起身，到意外成為人哋支撐，將傷痛變做藝術，再攞嚟溫暖人。呢下轉身真係靚。訪問入面，佢講返點入行，答案勁貼地，好有佢套風格。佢話當初純粹覺得做主持賺到錢，跟住仲好自信咁數自己條件，高高大大，識英文，廣東話又 OK， 做個正常 MC， 合情合理啊，又講得啱喎。佢就係抱住呢個諗法，佢走去參加全民造星，點知人生直接轉晒彎，變咗 ERROR 成員。講開 ERROR， 今年第7年啦。193好老實，話初出道成日嗌交，4個唔同嘅人夾硬困埋一齊，實有分歧。但磨咗咁多年，而家反而想建築一輩子，因為大家摸清底線，識互相遷就。佢話家陣嘅關係有啲似情侶咁。193今次自白，由一場交通意外引發嘅網絡公審，再賣車、寫歌醫自己，最後首歌仲幫埋人，成個過程係一個好真實嘅公眾人物進化史。佢冇收埋自己嘅脆弱，冇避開過錯，亦都擁抱自己嘅夢想同努力，最後將傷痛變成鼓勵人嘅作品。呢個故事唔係淨係關佢事，其實係講緊每個喺人生路上撲過、痛過，再自己撐返起身嘅人。佢首歌名已經講晒重點 ，Keep Walking， 招搖一次可能真係夠，但更重要嘅係行錯之後，我哋點樣面對，點樣繼續行落去。影片就嚟到呢度，希望你鍾意呢條片啦。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內容，誠意邀請你訂閱、讚好、留個言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